Meta 公司的 Facebook、Instagram 等平台呢，伫昨暗11点过时阵，说是熊熊无度使用，影响到全世界几60万名的使用者。台湾有民众表示讲，因的口资互订出无度输入密码，经过2点多钟的抢修，才渐渐恢复。有3大海客集团讲是因做伙去攻击造成的，不过这款的讲法是目前也未证实。 上网页查，因为 FB 也不能用，然后 IG 也不能用，然后Twitter也不能用，我要传讯息，结果都传不出去。无度订入社群平台真困扰 ，Meta 旗下的 Facebook、Instagram 加 Threads，伫台湾时间拜二暗时11点外发生大动机，影响全球几60万名用户，而且未少民众发现，防无因无故订出，就算输入正确密码也无度登入，也人以为防盗用去了。 怎么脸书都被登出了，然后我的 IG 也上不去。我想说是不是我网络有问题？我有输入密码，而且我现在脸书其实还登不进去因为他要我用另一个装置登入，然后我还在找，我还没有时间去弄。网络上大家哀叫，是不是引发美国白宫国安会密切关心？在经过2点多钟修理了后，用户才陆续恢复正常使用。 对着发生的原因，Meta 只是讲是技术的问题，无具体说明详细情形。不过有3大骇客集团讲是因斗阵发动网络攻击造成的，依然无被证实。不过诈骗集团趁动机的事件来行动。我一打开我的邮件信箱，我就看到这封 email， 账号有问题啊，然后好像有人要盗用我的账号啊，然后叫我要赶快去修改我的密码。 线上内底向出现挂名 Facebook 的配件，提供该密码的验证号码，互科技公司执行长林义敬是警觉，因为家己无伫个 Meta 登记期间申请换密码，也提醒民众，收到这种电子的邮件要特别细腻。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不要直接点选这个邮件或这个讯息里面那个连结哦，因为我们要判断它是真的是假的，真的是很困难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退出来，我直接去从Facebook 它的官网那个地方进去。林义敬讲，这种诈骗的邮件也是改善愈来愈的以假乱真，更加利用民众惊吓心理来骗人，爱细腻。记者综合报道。